各位朋友，咱就几部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那么起，各位朋友的是八个时刻。那今天的新播客呀，哎呀，说录这期节目我就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即将来到我们演播室这位歌手，我是他的粉丝。呀，这大这里我去各位朋友的店里是不跟着的，现在年初北语的别节节目对吧？呀不然，没错。不仅仅来自这个甘孜白玉的一位老师啊，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又有着很多的粉丝和学生。说到这里，他是谁呢？呀，我今年从带你一连几些，来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他。齐美，藏族新民谣创作人，出生于甘孜州白玉县。2016年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单曲《新版罗布林卡》。2017年新年之际，创作藏族民谣新曲《欢欢喜喜》，相继改编创作了3声部合唱曲《缘起》《错及梅朵》等。2019年参加康巴卫视《花开高原》跨年歌会。这种呢，把带领我去各位朋友的店里是不跟着的些，那看北语的别录张巴波人来嘛，我去前面来演。来吧，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来自四川甘孜白玉的齐美老师，欢迎。呀，前面了，感谢朋友，感谢嘞，欢迎。哟，我去各位朋友的陪伴感谢耶。图嘛，我今天吃那个主播做了，咱们就继续了呀。때는 날래라 까마요 나땅 줘부터 냥 등장 자제 대비 줘보나 봐줘 지난 바 건강장 나를 장바동 러마 치매인 파일 베이종 다다는 간즈 베리롱胸孔 来日 로자那个给干净充满了家乡血肉干真切哎呦，欢迎欢迎。这里闹了干嘛说俺主播错嘛，俺这朋友能找对，欢迎齐明老师啊！这刚刚见到偶像，这有点有点紧张哈。我呀，哎，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少说点吧，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欢乐新播客哈。把这个时间交给齐明老师。欢乐新播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创作人齐美。我出生于甘孜州白玉县，对家乡的感情还有对童年的怀念，让我写下了这首歌，用乡愁来谱曲，然后在乡土气息浓郁中去感受地域的风情，还有新一代年轻创作人别具一格的方式去诠释作品的表现风格。这首歌曲采用的是 reggae 的表现手法，它是早期牙买加的一个流行乐之一。它的风格包含了向上击拍的一个吉他弹奏，是一个反拍的节奏类型。好，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吧。枝头飞，抖一抖挥袖，手指摇摆未成全，伴着歌谣，踏着鲜卑的舞步。哦耶耶耶耶耶耶耶，连接白羽人的心，唱出白羽人的情。哦耶耶耶耶耶耶耶，无论你想有多远，都别忘了。轻声的唱。踏上了归小落心暖洋洋。这是生我与我的地方，透日月湖，看那草甸野花儿开，湖和天山和云，你和我肩并肩，伴着回忆，
连接白羽人的心，唱出白羽人的情。哦耶耶耶耶耶耶耶，弯弯曲曲的古道，响起祖辈的歌谣。哦耶耶耶耶耶耶，连接白羽人的心，唱出白羽人的情。哦耶耶耶耶耶耶，弯弯曲曲的古道，传唱祖辈我留下的歌谣。欢乐星播客，轻松过周末，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热蛋准备这些的嘞，热蛋准备个冷炸鸡那个从个蒙古鸡年用，啊你leon的从的年用的准备炸鸡的怕切切嘞中民啥的哇，啊你穷穷过你就了连接着装强就从了个不也啥的哇，呀，等你呀，这里这鸡送的。哦呀，我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唱歌跳舞。也担任过这个班里面的文艺课代表。我的这个父母他也非常的支持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我在这个老师的教导下学习了钢琴，还有专业的这个乐理基础知识。然后到这个很顺利的考入到这个四川师范大学，然后到这个参加工作。我大学学的是流行音乐专业。流行音乐是的，挺厉害哈。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当时还连续拿过几学期的由我们学院颁发的这个奖学金，还有专业第一的这个名次。有多少钱？还记得吗？不多，不多，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鼓励。对，是的。然后到后来，参加工作，然后进入到了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担任这个音乐老师。音乐老师。对，然后就我们学校呢，它有非常优越的这个实践音乐艺术教育的一个环境。好广告这是。对。尤其是在这个音乐教学的设施设备上，也是非常的齐全的。然后我和学生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相互学习。他们既在我这里接收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点，然后我也在他们那里吸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创作动机，还有灵感。哎呦，很谦虚哈。哎，你说到灵感这一个词啊，我觉得特别好奇。像你的作品都特别好听，朗朗上口。那你的作品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是的。那你的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来源于这个生活，来源于这生活太大了，咱们能不能小一点？来源于传统的民谣，对，传统民谣，它是几百年来由我们这个祖辈流传下来的原生态歌曲，包括我自己的家乡都有好几首这个就在整个藏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些经典的民谣，我可以给大家来演一段啊。塞吉金科呀啦哩香耶，阿拉塞吉金科呀啦哩香耶。好的，妈妈也不懂啊。哎，非常好，非常好，这是咱们白玉家乡的民谣。对民谣，哎，它都是由我们的这个祖辈流传下来的这个宝贵财富。它既是体现这个不同风土人情、社会文化、民风民俗的歌谣，也是藏族流行音乐区别于其他民族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对。因此，你的灵感很多是来源于这个。对的，是的。也有一些现代，比如说现在，因为你的歌曲，我感觉到是有一些改编。对。也有一些新的理念在里面。是的，是我们这大家注意蒙这个，大家去连这个大。被一个忙了的这些的，我从穷工这些呢，被马是把年牛月，这些龙背破了噻，是吧？这大穷人个现在穷人个啥子做这个养空这些呢，忙这个大忙了的做这些，等你大等你使用的哪里了？我前面个诺布林卡是这个，用三百几来说啊，但我们这些呢，对啊，诺布林卡连开你的被这些个机类，这些的经典歌曲啊，对，连你这什么什么看用前面个机类，用哪把。马在你们这都过，对，你等下今天要求那个这边说你呀，忙了的，忙就说地图了，最大个作用的说，这里是啥东西？当时的这个创作的背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课堂的下课时间下课了。对，我在这个讲台前的钢琴旁，然后有个学生就跑过来，他说：“老师，可不可以帮忙弹一下这个诺布林卡的伴奏？”然后我就帮他弹，他就跟着唱。当时的这个学生也跟着，其他学生也跟着他一起齐唱。对，
当时的这个氛围就是非常的轻松，然后学生们唱的也非常的活泼。我的这个脑子里面就天空飘来五线谱，五线谱出来了我自己的这个旋律咪嗦啦咪来咪嗦咪来哆来嗦咪咪，然后我马上把这一段谱子给它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回家过后，然后在这个电脑上进行了一个整理，然后填词弄成谱子过后就发给了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师傅音乐人阿克东子。对他在民歌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而且非常资深的一个专家。他看了过后，他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在他的这个帮助还有引荐下，认识了编曲老师阿罗。然后假期的时候，我就完成了这一个录音，还有这一个就是发布。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首歌一出来就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我们这大诺布林卡西这利用的那些那个这个是一个老师是一个装出地图来语机是，那是康比嘎唱弄那个蒙不懂耶，他从那个嘎是全部套着的吧？每一大雨是风，在他看岸。
想问一下齐美老师，你的这个作品里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创作理念其实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带来了一个所谓的观念的改变。对，这个随着90后的、00后的、10后的逐渐成长，追求个性已经成为了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个标杆。他们喜欢新奇的事物，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90后的，对，以前读书的时候就非常青睐于听这个欧美流行音乐，什么风格的 R&B、Jazz、K-pop、Rock、Reggae。到后来真正的踏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才开始有意识的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吸收这些新的一个技术、理念还有风格的时候，去融入一些我们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对音乐进行一个这个了解，对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民族民间音乐，然后去譬如用这个欧美的一个节奏，唱法。让和声对其音乐进行一个改良，来演绎我们的这个传统作品，形成本土化的这个流行曲风，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这也正是对这个诸如民族风这类的少数音乐的一个保留还有支持。如果能够持续的出现在这个大众的视野，我相信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传承方式。这我们的答案前面个大家希望南部其中的是那罗拉个这边个几个大。了张巴不接，给接，了嘛接着哇，我们就是这的大我去蒙车个利用这种蒙这些呢，得从了对绕个大速度难把这些用的，我去拿人泡沫聪明个干是通开，来得么年专门个的这个切切性的话，对我大其中送把南部我们我去个蒙车个利用这种经济大别说这个就是也不接来上的，呢其中个大我去连线农年我这些这个利用这种马车，这个定金的现在利用人把的这啥东西的越来越。也对。除了今天要介绍的这3首歌曲以外，我还创作了多声部的合唱曲。多声部的合唱曲，这个 a cappella 版的《生日歌》、意中人，还有这个缘起，还有错吉梅多。其中这个意中人在2018年的时候，由我们学校文艺部的学生去参加这个四川省第9届的一个。中学生的一个展演活动当中，还拿了这个第1名。还有上一年的时候，为这个石渠县，甘孜州对石渠县创作这个发展主题曲《牧人的心愿》，还有为这个香格里拉的一个歌手创作了这个原创歌曲《行走的音符》，楚楚花开。今年1月的时候，为德荣县的一个红酒创作了一个他们的宣传歌曲《神酸红》。还有2月初的时候，为奋战在一线的这个逆行者们创作了这个《勇士》。特别棒啊！你看看，不仅仅完全是一个歌手了，还同时也是一个这个作曲老师呢哈，特别的了不起哈。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融合，对。那在你的作品里面，甚至是你认为，除了融合以外，其他还应该注重哪些？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对，创新它永远都是第一生产力。对呀，对，艺术难得可贵的地方其实就是不可复制。你得学会一个这个表达自我的方式，这种方式很有可能是自己写的作品，别人没有办法帮你代替的。这种有感而发的，然后表达自我的方式，它其实是超越了素食文化存在的。如果你一味的去模仿别人，我认为啊，你将永远会成为别人的一个傀儡。对，没有自己的个性。对，这是创新。创新。但是你在创新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你这个音乐它不是我们藏族的歌啊，我们藏族的歌没有这样的呀，有很多观众他不接受。对。那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其实就是一个喜欢的一个，每一个人他喜欢的这种方式不一样。对，有些人他喜欢这种很传统的，有些人他喜欢很现代的，对，然后也不能够兼并，对吧？对，你只要能够发自内心的去阐述自我，然后去表达自我，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对，只要发自内心的，只要你歌曲旋律动人，对，歌词健康向上，对，这就能和我们的观众、粉丝们产生共鸣，产生共鸣就支持你，就喜欢你，对不对？哎呀，太棒了哈！就是我们的大这种在往南边利用的那些那种个大在往前些个这个利用些，你大众大这种个利用做了大用的那些那样利用的啊，对我们前面可能全部都
啊，他别那我从这些呢。过不了，但你具体家家里这些，来那啊，得那得工人哦，安迪了吧的了，安迪从个上上，他确认了呢，确认个来东一那这给一那这娘一那这确认个当菜打不进的话，人家现在你上呢，他确认个我们起码了，们他你就清楚他那还就要本都上的。接下来我们有请齐美继续为我们推荐她好听的作品。呀。继新版罗布林卡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潜心的创作，不断的去吸收这个民族民间音乐精华。于2017年新春之际，然后创作了这首新民谣《嘎嘎捉捉》。这首歌曲从它的音乐素材上来看，主要以民歌为基础，广泛的吸收并融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借鉴了 folk rock、Britpop 与藏族音乐的结合，然后从旋律上来看，它具有民间小调的一个特性，然后采用了这个民族五声语调式，伴奏上采用的是这个 folk rock， 节奏上呈现出一些西方流行音乐的一个特征。接下来，请你们跟着我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咱就几步。这就毛台阶对菜就往给决定个就碰你连菜这些呢，等你上下来也，安尼用它。下面来主播做这些，哎呀，首先我要感谢欢乐新播客给予我的这个平台，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应该的，谢谢你们。然后其次，我想对电视机前观看我节目的家人、老师、朋友、同学以及关注我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像一盏明灯出现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这个力量，感恩你们一路的这个支持和陪伴。其次，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我，给予我鼓励，我会再接再厉，拿出更好的作品献给你们。一定会的，一定会支持齐美的。好，谢谢齐美今天来到我们的欢乐新播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再次表示感谢。在这里也祝愿齐美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能够越飞越高。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呀，大家好，我是李。